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初2。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8篇，约书亚书第4章第1节到2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3到2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信息。时常看到人伫咧辩论的中间，拢爱引用一寡俗语话，或者是讲某一个名人所讲的话，也看到真侪人伫信仰的论争中间，也时常安尼做，来解说圣经。老师每一摆若听到即种的引用，心内就感觉怪怪，因为圣经毋是名人的话也是需要名人来解说。圣经是上帝的信息，圣经已经遮尔明白，无需要某名人讲啥物话来去讲圣经的话。也捌看到真侪人咧引述，比如讲美国倒一个已经过身的总统讲圣经无记载啥物话是袂使的，所以这个就是会使安尼也捌有即个牧师也是讲看到平常时种批评解决宗的即个神职人员对即个天主教的教义有所批评，比如讲拜圣母啦还有一寡做法啦但是拄着某一种特定的议题时阵，却安尼讲人教宗安怎讲？咱伫前礼拜咱有提到讲，目前美国总统的选举有产生侪的问题真两个方面其实拢有咧用讲到即个基督教信仰的即个基础，还是讲咱讲是保守的信仰，还是讲自由的宗教思想的中间的对抗，互人想袂通的是有某一方面伫10月31号西方的即个万圣节时阵咱讲哈罗温即个中间组织1000个遮个巫婆来做法。咱先莫论讲政党咱无论即个政见，也无讲人选先莫讲是八卦，也是即个幕僚若是用基督教信仰做标准来看即个选举的时阵，即种甲侪的巫婆结合伫逻辑的想法中间，咱实在是想袂通啦即种的现象，其实伫宗教中间，因是掠宗教来当做一种的讲法尔定，咧支持家己的论点好像亲像讲，有个人想要论一寡物件的时阵，伊会拢甲你讲我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毋是伊主要要讲的物件，是要论伊后壁要讲的物件。伊想讲安尼人就较相信伊，较支持伊。所以因此，无论结合偌济无共款无啥符合的即个宗教结合做伙的时阵，拢是为着要家己支持家己的论点即种奇怪的行为，伊嘛感觉无所谓结合即个其他的宗教安尼，伊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对方到底安尼，将家己所支持的对象会通互伊来赢即个选举，好像亲像是上重要的即种基本上毋是咧传上帝的信息，也是讲传上帝的话的行为，也是讲在执行上帝互伊的即种交托。即种的情形自古以来拢存在啦甚至咱看到扫罗王伊也为着想要来得到上帝的声音，找到即个
行巫术的负责人来通灵去唤醒这个萨摩尼的灵吼。这记载伫萨摩尼上卷28章第3节到14节。这并毋是上帝所欢喜的代志，圣经讲真清楚吼。当然，迄个通灵的是假吼。台湾最近嘛有一个一般的民间宗教，嘛是装神弄鬼即种的神棍。伊边仔就有一个通灵的负责人吼。听讲伊吼，啥物人的声拢有假会出来吼，连川普的灵伊嘛拢会当练会着安尼吼。互人感觉真特别的是吼，伊后壁的信众阁袂少吼。我想特别是基督徒，圣经有真侪个所在甲咱讲，毋通通灵吼，毋通甲撒旦魔鬼来交易啦吼。亲像伫《申命记》18章第9节到14节的经文，就安尼甲咱讲吼。咱若有时间了，家己来看。牧师写伫这个文字版顶悬吼。咱伫主日的中间，咱嘛提到上帝设立约书亚是要带以色列人成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要互伊甲摩西同款的伟大，迄个目的毋是要来塑造因是种伟大领袖的形，是因受呼召，甲其他仆人同款吼。因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人进入上帝的应允内底。什么人来做领袖，是上重要的。什么人来带领传福音、管理上帝的教会、主任牧师、有名的布道家，迄拢毋是重要。重要是咱所传的，毋是家己的话嘛，嘛毋是鬼仔话嘛。咱所传的是上帝的话嘛？我想这互咱来思考啦吼。保罗伫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批信内底有提到讲，所以阮也感谢上帝，无煞因为恁对阮承受所听到的道理的时，恁接纳伊，无掠做人的道理，就是掠做上帝的道理。这是咱昨嘛引用的经文吼。今日咱嘛用这个经文，搁一个提醒咱，咱毋是咧追求人的道理，是追求上帝的道路，毋是要听人的话。是要来听上帝的话。10月31日是宗教改革这个改革日啦吼。马丁路德当时是主张，也是讲咱讲这个改革中坚持的5个唯一，就是讲唯一圣经、唯一信心、唯一的恩典、唯一的基督、唯一上帝的荣耀。亲像保罗同款，马丁路德所强调是倒转来伫上帝真理的基础，倒转来伫圣经上帝的话顶悬，倒转来上帝的恩典，毋是人乱熬施舍，倒转来上帝的荣耀，唯一倒转来上帝的救恩就是基督。我毋知大家感觉怎样啦吼？就是讲面对这个选举来讲，还是讲面对咱的信仰生活来讲，牧师真清楚。我袂去甲魔鬼做交易啦吼，也袂去支持迄个甲魔鬼来交鬼的人吼。如果我若安尼做，我就无法度面对我所相信的上帝吼。因为圣经中甲咱讲上帝的信息是遮尔啊清楚，敢毋是安尼吗？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11月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28篇，约书亚记第4章1到2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信息。时常看到人在这个辩论或是争辩的时候，引述一些成语或是某个名人说的话。那许多人在信仰的辩论上面，也是这样子引用来解释圣经。牧师每次听到这样的引述，心里就有一点怪怪的、毛毛的哈。因为其实圣经不是因为某个名人说的话，或是需要某人来印证哈。圣经是上帝的信息，
圣经是那么的明白，其实不需要某人说什么来印证。圣经曾经有人引述美国已故的总统说：“圣经没有记载说什么事情是不可以，所以是可以的啊。”特别是一些牧师听到一些平常所谓的改革中神职人员对天主教的教义有所批评，比如说像拜玛利亚等等的这些都有所批评的时候，但是碰到特定的议题的时候，他们又却是这样的引用说，人家教宗说怎么样哈。上个礼拜我们提过了，目前在美国总统的选举当中，双方都打着基督教信仰的名号在竞选。保守信仰对自由宗教思想，也许这是彼此的抗争，但是令人想不通的事情是，竟然有一方在10月31号聚集了，在西方的万圣节的当中聚集了1000位的女巫来做法，希望对方的不要选上啊。根据这个，我们先不论所谓的政党支持啦哈，不论他们的政见如何啦，我们也不问这个人选是谁呀哈，那这些都不论，也不论这个八卦或是爆料是真是假哈。那以基督教信仰为依据来看的时候，这种聚集众多女巫结合在一起，在逻辑上其实是真的是不通的啦哈。这种现象其实在宗教只是那种拿来当做一种说法或是工具而已哈。如果有些人喜欢强调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其目的是却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而已。因此，无论结合多少不同的、不相符合的宗教，怪异的行为，他们都无所谓，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为了反对而反对，要反对对方到底，为了支持自己所支持的对象能够胜选，为主要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不是在传递上帝的信息，或是去实践上帝的话语，这种行为，这种情况其实自古都有存在，甚至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扫罗王呢，他因为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女巫，来通灵，唤醒撒母耳的灵啊，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卷28章第3到第14节。那这种现象就是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台湾有一群人也是这样子。那其实很明白的，这个所谓的通灵的妇女，其实那个都是假的哈。但是这件事情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个通灵的事情其实是假扮的啊。那这样的神棍呢，旁边有这样的通灵的人。据说呢，连那个川普的灵探都可以连接得上哈。比较令人压抑的是说，他身边呢，或是他后面信众跟随者还不少哈，这是台湾目前也有的现象。那特别我们基督徒在看圣经来讲，就是圣经有好几处已经明白的告诫我们不可通灵，不可与撒旦交易，撒旦魔鬼交易打交道。我们举申命记第18章第9到14节的经文来说，这边就讲了很多不可以做的事情，那就跟这个方面有关系。在牧师的文字版里面有，我们可以自己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昨天我们在主日的信息里面，也使用跟今天一样的经文。那我们看到说，上帝，我们谈到了哈，上帝设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成为他们的领袖，要使他成为和摩西一样一般的伟大。但是伟大的领袖并不是上帝呼召约书亚或其他仆人来做的这个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带领人进入到上帝的应许里面。
透过这些仆人，透过他们所传递上帝的信息，其实谁来当领袖都不是最重要的，谁来带领传福音、管理上帝的教会，是主任牧师或是有名的布道家，其实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说，我们这一些所谓的上帝的仆人，是传自己的话呢，还是传鬼话，还是传上帝的话？这个才是重点。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面，他明白的提到，我们也常常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所传的信息，你们听见了，领受了，并不以为是领受人的信息，而是领受那确确实实出自上帝的信息。因为上帝在你们信的人当中工作，所以我们所传的信息是代表了上帝，是上帝亲自在人的里面工作，而不是谁说什么，是传递上帝的信息。我们不是在追求人的道理，而是上帝的道路。我们不是在听谁的话，而是要听到上帝的话，上帝的信息。10月31号是我们改革中纪念这个宗教改革的纪念日。那我们就回到马丁路德当时改教的他一些主张，改革中也好，或是说我们说抗议中也好，那在里面讲的5个唯独5个唯独。一是说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也正如保罗一样，马丁路德强调的是回归到上帝，回归到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信息，回归到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某个名人或是某个伟大领袖的施舍，回归到上帝的荣耀，因为那是上帝的恩典。回到唯一的救恩，就是上帝透过基督所赐下的。我不晓得大家觉得如何，在面对美国总统的选举但是牧师非常清楚，这个不能交鬼，我也不会去交鬼，也不会去支持那交鬼的人，否则我就没有办法面对上帝这是从我的信仰去反省的。因为圣经当中上帝的信息已经非常的明白了，不是吗？